即马大家拢较想要买在地生产的农产品，高雄岛民众专讲买台湾产的红豆仔甲薏仁哦。也毋过后来伊真足看，才发现讲红豆仔是台湾种的，也毋过哦薏仁是泰国出产伫台湾分装的。民众嘛向消保会来投诉，消保会是坐去了解，发现讲问题是阁袂少。卫生局嘛表示讲哦，标示无正确违反食安法，上济是当罚400万。来到连锁卖场介意国产品的民众，甲封面写着台湾制作的红豆薏仁买回去，驻进警所发现产品毋是纯台湾制作，正面写着台湾红豆大薏仁，正边的下骹阁印着台湾制作，只是变到后壁才发现薏仁是为泰国来的，只是伫咧台湾分装，有点受欺骗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你毋是台湾的啊？无老实的，我感觉这安尼就是无老实的。这个大豆、黄豆这个呢，实际上跟健康可能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呢，消费者会感觉到他吃的权利都没有了。林小姐甲台湾消保会投诉，协会这几天搁去卖场，发现同款的产品搁伫咧架上，其他的品项嘛有同款的状况。这款大薏仁正面下骹同款印着台湾制作，毋过后壁看起来显示着产地是伫咧泰国。大部分的人都会买台湾的。对啊，所以台湾在销路可能会比较快。产地的人那么多吗？多啊，就是是不是万丹的啊，还是进口的这样之类的啊？我们当然有国产的，就是一定卖国产的。传统市场摊商讲，消费者上常问的就是产地来源，伊嘛伫咧进货的时阵来了解。毋过有当时用进口产品，可能是台湾的产柜毋对，也是品质较歹。解说了后，大部分拢会当理解。毋过连锁卖场馆顶的产品无标示正确的消息，市府认为有涉嫌违反着食安法，相关会当处400万的罚金，因为公用性伫咧新北市，会移请着当地卫生局来处办。记者王刘婷丹、hen坤报道。